来继续来看台中南屯发生着车祸，驾驶真恶质，做伊走。这个22岁驾驶驶修理车，甲一台机车相撞，机车是一对男女相载，加落车卡。 加载无生命危险，不过这个监视器看显修理车的驾驶是闯红灯，弄到机车的第一时间有顿底一个，但是无落车，刷落去到车驶里做伊绕跑。警察3点钟后，离因兜找到人，甲带回警察局。白色车经过路口，弄到一台乌托摆，乌托摆顶一对男女拢被加入车卡。这台白色的车停几秒钟后，随驶行离开现场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将倒伫涂骹的男女送去病院。车祸现场被弄到乌托摆停伫路边，两个人的安全帽真明显拢切着伤。车祸发生伫台中市中央路甲永春南路口。今日透早点外，22岁姓黄的查甫人驶白色的车，冲过红灯，经过路口去弄到乌托摆，相载一对男女加入车卡。不过这个姓黄的查甫人无落来看，车驶咧做伊走。 一直扑，如到停个半空，这个是行。机车是双载，然后一个好像是先摔在地板上了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直接在轮子底下，然后从那边路口正中间磨到这边。这个赛车的人调数后差不多3点钟，透早4点，伫因兜和警方找到抓回去。经警方循线查获肇事驾驶，对肇事驾驶进行酒测值为0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姓黄的查甫人无前科，嘛无啉酒驶车，嘛无食毒品。被弄到这个乌托邦顶的一男一女，分别是22岁甲15岁，加在送去病院抢救，两个人拢无生命危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